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0月1号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不要跟谁共负一恶。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到7章的第1节。首先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金句，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恶。正和邪怎能合作呢？光明和黑暗怎能共存呢？哥林多后书6章14节。经文的大要主要在讲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恶。保罗劝勉要从不信的人中间分别出来，要洁净自己，并在生活达到圣洁。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主要教导有关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关系的教导，主要是要劝勉信徒要跟不信的人有分别。而保罗呢，他提出为什么我们要跟不信者有分别的一些理由。关于昔日的哥林多城市，它是个道德腐化败坏的社会，拜偶像的风气盛行，那商业上充满诡诈的手段，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随便，而人与人的互动动不动就会告上法庭。当时教会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，以致呢，信徒有不少人也受到这些的风气的影响。因此保罗要他们分别出来，这里是提醒信徒不可跟异教者妥协，与他们结为亲密伙伴，那以至于可能他们会一起拜偶像啊，学向他们作恶。那这里所说的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恶，圣经本身没有特别指明，但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男女彼此的相配。特别哥林多人有些在男女关系上是非常不正常，所以同负一恶是以当时的牛马负恶为比喻说的。当时呢，人们把恶放在2只马或者是牛的肩膀上，让它能够一同耕田或拉车。那这样呢，那2只牛必须走相同的方向，他们要共同负重担，否则就不能工作了。那信与不信的，既然在信仰上和人生的目标上有基本的不同，当然价值观也会有不同，所以走不同的方向，当然就不能同负一恶了。如果要勉强的相配，结果必然会很痛苦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禁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深入的合作关系。其实他举了5个理由来说明，说正跟邪、光和暗、基督和魔鬼，信和不信、上帝的殿和偶像，怎么能合作呢？那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身份的特殊有深刻的体会？是否真的觉得自己是被选召出来的群体？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体会一定会觉得保罗的命令不合情理啦。但如果我们是真心厌恶以前的生活，那么就能够体会为什么很难跟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有深入的合作关系。其实保罗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，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的经验，作为基督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象征。
那巴比伦是一切抵挡上帝的权势的代表，它充满了偶像、污秽的罪恶，反叛上帝的文化和属世的虚荣淫乱。所以以色列人要从巴比伦出来，才可以扛抬耶和华的器皿。那照样呢，基督徒也要从世俗的各种罪恶、肉体的情欲、虚荣中分别出来。那照样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不与世人同流合污，这样才能够与上帝儿女的身份来相配。我们来默想，你觉得基督徒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合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爱我们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差遣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。我们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除去一切使我们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，可以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达到圣洁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